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传统的中国小吃炸麻花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材料。首先准备300克面粉、20克油、5克盐。如果你想吃甜口的话，可以加30克的糖。120克的清水，最好是温水。如果有白芝麻或者黑芝麻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白芝麻或黑芝麻。1个鸡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和面。首先，我们把油加进去。再加1颗鸡蛋，加盐，加入一些芝麻。现在把它搅拌成絮状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分批次慢慢加清水。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静置40分钟。这是醒好的面团。切成条，抹上油，油温5成热，下麻花，可以给它翻滚一下，
让它更膨胀一些。这个可以。Very good, delicious.